紧急送医，3人同时中毒，病患生命迹象不稳定。这不是电视新闻里遥远的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一场错误搭配灾难。你以为豆腐只是清淡健康的食物吗？你以为它温和无害，人人都能吃吗？也许就在你每天的餐桌上，它正悄悄地伤害着你和你的家人。请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否则你可能一辈子都在用错误的方式吃豆腐，而你却浑然不知。让我知道你正在从哪里收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下评论并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评论中输入数字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今天我要揭开豆腐7个知名误区，以及3个让它变成长寿良方的黄金搭档。作为一位从40多年的老医生，我在急诊室、病房、门诊看过无数因为饮食搭配不当而送进医院的案例。有些人是急性中毒，有些人是慢性伤害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以为自己吃得很健康。豆腐，这个出现在我们餐桌上千百年的食材，这个被称为植物肉的营养来源，却隐藏着你从来不知道的危险。但请不要害怕，只要你认真听完今天的内容，你就能让豆腐从潜在的毒药变成真正的养生宝物。这些知识可能会改变你全家人的健康，甚至可能救你一命。首先，让我们认识一下豆腐的真面目。豆腐被称为植物肉，这不是随便说说的。每100克豆腐含有8克优质植物蛋白质，这个含量已经接近某些肉类了。除此之外，它还富含钙、铁、镁等矿物质，特别是钙质含量甚至比牛奶还要高。在中医的角度来看，豆腐性凉，能清热润燥，补中益气，对于经常感到燥热、口乾舌燥的人来说是非常好的食物。听起来很完美，对吧？豆腐便宜，营养丰富，容易料理，似乎是最理想的健康食材。但是，就像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一样，也没有完美的食物。任何好东西都有它的脾气，吃不对也可能变成毒。我常常跟我的病人说，食物就像人际关系，有些人适合当朋友，有些人适合当夫妻，但有些人就是天生八字不合，放在一起就会出问题。豆腐也是一样，关键在于你怎么搭配，怎么吃，跟什么食物放在一起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7大禁忌组合，每一个都是我在临床上亲眼见过的真实案例。这些不是网络上的谣言，不是危言耸听的标题党，而是血淋淋的教训，是我亲手救治过的病人用痛苦换来的经验。看似温柔的蜂蜜，却是第一个潜藏的危险。很多人以为蜂蜜加豆腐，一个甜，一个清淡，应该很健康，甚至有些养生书籍还推荐这种搭配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蜂蜜含有多种，有肌酸，包括葡萄糖酸、柠檬酸等等。当这些酸性物质遇到豆腐里的植物蛋白质，就会产生化学反应，形成一种不易消化的沉淀物。这些沉淀物会强烈刺激你的肠胃黏膜，导致急性肠胃炎。严重的话，甚至会引发脱水、电解质失衡。我永远记得去年夏天的那个晚上，新北市有位林阿妈，68岁，她特别喜欢养生，每天都在研究各种健康饮食。她从邻居那里听说蜂蜜润肠，豆腐补钙，心想这2样东西都是好东西，如果放在一起吃，不就是双倍的健康吗？于是他就自作聪明地做了一道蜂蜜拌豆腐，用新鲜的嫩豆腐淋上他自己酿的龙眼蜜，还特别邀请儿子、媳妇和10岁的孙女一起吃，说这是他发明的养生秘方。
结果当天晚上8点多，3个人同时出现剧烈的腹痛、呕吐、腹泻，孙女哭得撕心裂肺，儿子和媳妇也痛到站不起来。送到急诊室的时候，3个人都已经脱水了，小女孩的嘴唇都前裂了。我们紧急输液、止吐、止泻，忙了一整夜才把他们稳定下来。这位阿妈哭着跟我说：“医生，我只是想让家人健康啊，我怎么会害了他们？”我拍拍她的肩膀，心里也很难过。好心办坏事，就是因为不懂食物的性质，不懂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甜不代表安，全蜂蜜再好，营养价值再高，也千万别跟豆腐一起吃。如果你真的想吃这2样东西，至少要间隔2个小时以上。现在我们来谈谈第2个和第3个禁忌，它们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，那就是菠菜和小葱。我们都爱那碗清爽的小葱拌豆腐，夏天吃起来特别开胃。菠菜豆腐汤更是很多家庭的家常菜，绿色的菠菜配上白色的豆腐，颜色漂亮，看起来营养又健康。可谁知道，这些看似完美的搭配，其实正在偷走你的骨头，正在默默地伤害你的肾脏。菠菜和小葱这2种蔬菜都含有大量的草酸。草酸这个东西，它本身没有毒，但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特性，它特别喜欢跟钙质结合。当草酸遇到豆腐里丰富的钙质，就会像磁铁一样紧紧地吸附在一起，结合成草酸钙。这个草酸钙是什么？就是一种身体完全无法吸收利用的物质，它会在你的肾脏里慢慢堆积，一点一滴地形成结石。你想想看，你原本是想要补钙强骨，保护你的骨骼健康，结果你吃进去的钙却被草酸绑走了，变成了身体无法吸收的石头，最后还可能要忍受结石的剧痛。这不是很讽刺吗？就像你努力存钱，结果钱都被小偷偷走了一样。台中有位张先生，45岁，是个很注重健康的人。他每天早上都会煮1大碗菠菜豆腐汤当早餐，觉得这样既能补充蛋白质，又能摄取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一举多得。他坚持了整整半年，还很得意地跟朋友分享他的养生心得。结果有一天早上，他突然腰痛到无法上班，痛到冷汗直流，只能挂急诊。一照超音波，我们发现他的左肾有好几颗小结石，右肾也有2颗。他当场愣住了，完全无法相信。医生，我明明吃得很健康啊，我每天都吃蔬菜、豆腐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看着他的检查报告，叹了口气，告诉他，不是健康的食物放在一起就等于健康，食物之间有相生也有相克，你把2个好东西放在一起，反而变成了坏东西。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完全不能吃菠菜豆腐汤或小葱拌豆腐。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在烹调之前，先把菠菜或小葱放进滚水里汆烫30秒到1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草酸，让它回归安全。记住，有时候一个小动作就能保护你的肾脏，保护你的健康。比菠菜更危险的是竹笋与茭白。如果说菠菜和小葱是小偷，那么竹笋和茭白就是江洋大盗。这2种食材的草酸含量更高，几乎是菠菜的2到3倍。如果你经常吃竹笋炒豆腐、茭白烧豆腐，那你的肾脏可能正在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负担。它们就像在你的肾脏里铺下一颗颗小小的炸弹，1颗2颗也许看不出问题，但积少成多，总有一天会爆发。特别是本身就有结石体质的人，或是家族有结石病史的人，更要特别小心。有位花莲的原住民朋友，52岁，他特别爱吃竹笋，因为山里的野生竹笋又嫩又甜，是他从小吃到大的美味。他几乎每一餐都会有竹笋豆腐汤，有时候一天要吃2、3次。
结果有一天深夜，他突然痛到在地上打滚，连站都站不起来。他太太吓坏了，赶紧叫救护车送到医院。检查之后，我们发现他的肾结石已经长到快1公分了，而且堵住了输尿管，造成肾积水，必须立刻进行紧急手术。手术后他醒来，虚弱地问我：医生，竹笋不是很健康的蔬菜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他，再健康的东西也要看你怎么吃，跟什么一起吃。所以我要告诉你，竹笋和茭白偶尔吃无妨，但千万别让它成为你的家常菜，更不要跟豆腐一起吃。如果你真的很爱吃这些食物，记得一定要多喝水。大量的水可以帮助草酸代谢排出体外，减少结石的风险。秋天到了，柿子上市了，金黄色的柿子挂满枝头，软软的，甜甜的，咬一口，满嘴都是蜜一样的甜味，谁不爱呢？但是如果你刚吃完豆腐，就马上吃柿子，你的胃里可能正在进行一场炼水泥的化学反应。柿子含有大量的鞣酸，也叫单宁酸，这种物质遇到豆腐的蛋白质会快速凝结成一块一块的硬块，就像水泥一样，非常难以消化。这些硬块在你的胃里翻来覆去，会引起剧烈的胃痛、胃胀、恶心、呕吐，严重的话，甚至会形成胃噬石，需要手术取出。我有个病人，宜兰的陈太太，48岁，她特别爱吃柿子，每年秋天都要买好几箱回家慢慢吃。有一次，她中午吃了一大盘麻婆豆腐配白饭，吃得很饱。下午3点多，她看到桌上的柿子，又忍不住吃了2个。结果到了晚上7点多，她开始觉得胃很胀、很痛，好像有东西堵在那里，怎么都消化不掉。她呕吐了好几次，吐出来的都是没消化的食物，胃痛到冒冷汗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家人赶紧把她送来医院，我们做了胃镜检查，发现她的胃里真的有好几块硬邦邦的东西，就像石头一样。幸好发现得早，我们用药物和特殊的饮食调理，让这些硬块慢慢软化排出。如果再晚一点，可能就要开刀了。所以记住，吃完豆腐之后，至少要间隔1到2个小时再吃柿子，让你的胃有足够的时间把豆腐消化掉，别让秋天的美味变成你胃里的痛苦。现在我们来谈第7个禁忌，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惊讶，那就是羊肉像火，豆腐像冰，两者相遇，势必要争夺主导权。在中医的理论里，羊肉性热，能温补阳气，驱寒暖身，特别是和冬天进补，可以帮助手脚冰冷的人改善体质。但豆腐性凉，清热润燥，正好相反。当性热的食物遇上性凉的食物，就会在你的体内产生激烈的冲突。这种冲突会导致气郁湿热，表现出来的症状可能是皮肤发黄、口乾舌燥、口臭、便秘、腹泻，或是全身发痒、起疹子。有些人甚至会出现情绪烦躁、睡不好、绝的情况。台南有位王先生，35岁，他冬天特别爱吃羊肉炉，但他又担心羊肉太燥热会上火，就自己想了个办法，在羊肉炉里加了很多豆腐，想要用豆腐的凉性来中和羊肉的热性，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，对吧？但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。他吃完之后，整个人又热又胀，感觉身体里有一股闷气散不出去。接下来几天，他的皮肤开始发痒，起了很多小红疹，脸色也变得暗黄暗沉。他来看诊的时候，我一看他的舌头就知道问题了，舌苔厚腻，舌质偏红，这是典型的湿热体质。他很疑惑地问我：医生，我这是过敏吗？为什么突然变这样？我详细询问了他的饮食，才发现问题就出在那锅羊肉豆腐炉。我告诉他，不是过敏，
是你的饮食搭配出了大问题，你以为你在中和，其实你是在制造体内的战争。所以想补身体，一定要用对方式。羊肉就配萝卜、姜、当归，这些才是羊肉的好搭档。别自作聪明，用豆腐来中和，反而会让温补变成火上加油。讲了这么多禁忌，可能很多人会开始害怕，豆腐这么多地雷，那我还能不能吃啊？别害怕，吃对了，豆腐绝对是神仙菜，是长寿的秘诀。虽然前面讲了7大禁忌，但其实豆腐真的是非常好的食物，关键是要找到对的搭档，找到能让它发挥最大功效的组合。第一个黄金搭档就是蛋与肉类味。什么呢？这里我要跟你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学概念，叫做蛋白质互补原理，也可以叫它拼图理论。豆腐虽然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，但它缺少一种叫做蛋氨酸的必需氨基酸。什么是必需氨基酸？就是人体无法自己合成，必须从食物中获取的氨基酸。缺少了蛋氨酸，就像一幅拼图少了一块，再漂亮也不完整，蛋白质的利用率就会大打折扣。而蛋类和肉类正好富含蛋氨酸，当你把豆腐跟蛋、肉一起吃的时候，这些不同来源的氨基酸就能互相补充，形成完整的蛋白质结构。这时候，你的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可以从原本的60%几提高到90%以上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，你吃同样分量的豆腐，但因为搭配对了，你的身体能够吸收利用的营养几乎增加了1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那么聪明，传统的家常菜，像肉末豆腐、麻婆豆腐、肉片烧豆腐、红烧狮子、头配豆腐、皮蛋豆腐，这些菜都把肉类或蛋类跟豆腐放在一起。他们可能不懂什么是蛋氨酸，不懂什么是蛋白质互补，但他们用几千年的经验告诉我们，这样吃对身体最好。当两者结合，就是完整的蛋白质奇迹。你不需要吃很多，就能获得充足而完整的营养。这对老人、小孩还有正在长身体的青少年来说特别重要。老人的消化吸收能力变差，更需要高品质、高吸收率的蛋白质。小孩和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，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建构身体组织。这个搭配就是最经济实惠、最有效的营养来源。第二个黄金搭档是海带与紫菜。这听起来有点意外，对吧？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想过要把豆腐跟海带、紫菜放在一起，但这背后有非常扎实的科学道理。豆腐里有一种叫做皂角苷的物质，这个物质有很多好处，它能帮助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，预防心血管疾病，还能抗氧化，延缓衰老。但是皂角苷也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，它会促进碘的排出。如果你长期大量吃豆腐，却不注意补充碘，就可能导致碘缺乏。碘缺乏会影响什么？甲状腺功能。甲状腺需要碘来制造甲状腺激素，如果碘不够，甲状腺就会肿大，形成俗称的大脖子病，还会导致代谢变慢，容易疲劳，体重增加，记忆力下降等等问题。而海带、紫菜、海苔、昆布这些海洋蔬菜正是碘的最佳来源，它们的含碘量非常高，远远超过陆地上的任何食物。当你把豆腐跟海带一起煮成味噌汤、海带豆腐汤，或是做成凉拌海带豆腐、紫菜豆腐羹，就能完美的平衡营养，既享受了豆腐的好处，又避免了碘缺乏的风险，让豆腐与海洋成为朋友，健康自然回流。我特别推荐给住在山区、远离海边的朋友们，你们平常很少吃海鲜，更需要这样的搭配来补充平时摄取不足的碘。这个组合不仅营养均衡，还能预防
甲状腺疾病，保护你的新陈代谢系统，真的是一举多得。而且做法简单，味道也很好，特别适合当做日常的家常汤品。一盘青江菜炒豆干，不只是颜色美丽，更是营养与美味的完美结合。第三个黄金搭档是青菜与菌菇，这个搭配看起来非常简单，好像没什么特别的，但背后的健康效益却非常非常大。青菜和菌菇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，这些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消化，还能吸附肠道里的毒素和多余的脂肪，帮助排便顺畅。而豆腐的高蛋白质在膳食纤维的协助下，能被更好、更完整的吸收利用，因为纤维能减缓食物在肠道里的移动速度，让营养素有更充分的时间被吸收。两者一起吃，不仅能让你的肠胃更舒服，还能有效预防便秘，降低大肠癌等肠道疾病的风险。像青江菜、小白菜、油菜、芥蓝菜，还有各种菇类，如香菇、金针菇、杏鲍菇、木耳、银耳，这些都是豆腐的完美搭档。我特别建议肠胃功能不太好的人、消化不良的人，或是经常便秘的人，多用这个组合，因为豆腐质地软嫩，非常容易消化，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。配上纤维丰富但又温和的蔬菜和菇类，就是肠胃最爱的温柔搭配。而且这个组合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热量低，营养高。对于想要控制体重、减肥、瘦身的人来说，这是最理想的选择。你可以吃得很饱，获得充足的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但摄取的热量却很低。你不需要饿肚子，不需要吃昂贵的代餐包或保健品，只要在日常饮食中做对搭配，健康就会自然而然地跟着来。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，这真的非常重要，希望你能记在心里，也能分享给你爱的人。7大禁忌：蜂蜜、菠菜、小葱、竹笋、茭白、柿子、羊肉，这些都是豆腐的天敌，是会跟豆腐产生不良反应的食物，能避开就尽量避开。如果真的要吃，记得要间隔时间，或是做适当的处理。3大黄金搭档：蛋鱼、肉类、海带鱼、紫菜、青菜鱼、菌菇，这些才是豆腐真正的好朋友，是能让豆腐发挥最大营养价值的组合。记住这些搭配，你就能把豆腐从普通的食材变成养生的神仙菜。健康从来不是靠昂贵的补品，不是靠标榜神奇功效的保健食品，而是每天的饮食选择。一碗简单的豆腐汤，搭配对了就能养生，就能延年益寿；搭配错了就可能伤身，甚至致命。这就是饮食的智慧，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之道。作为一位看过太多错误饮食导致悲剧的医生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吃得明白，吃得健康，吃得安心。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因为无知而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不希望再看到有家庭因为错误的饮食而承受痛苦。请你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爱的人，分享给你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，一起学习正确的饮食知识，一起吃得安心长久。你的家人、你的朋友可能也正在犯同样的错误，而你今天的分享可能就救了他们一命，可能就避免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。记住，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全家人的幸福。当你健康了，你才能照顾你爱的人。当你的家人都健康了，这个家才是真正幸福的家。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饮食搭配的问题，任何关于健康养生的疑问，欢迎在下方留言，我会尽我所能回复每一位朋友。我是一位看过太多错误饮食悲剧的老医生，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看到的例外。我希望你能因为今天的知识而拥有更健康、更长寿、
更幸福的人生。让我们一起用正确的饮食选择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从今天开始，让豆腐真正成为你餐桌上的养生宝物，而不是隐藏的健康杀手。谢谢你今天耐心谛听，我说了这么多，这些都是我用40多年的行医经验，用无数病例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次见，祝你健康平安。